这个人甲贼仔同款，比如讲讲道要共摕钱啦，还是讲道做生意啦，还是念经趁钱啦，啊，你甲贼仔同款，会破坏到咱功德的根本。你若讲道摕钱无功德，念经共求钱嘛无功德，你讲道理做生意嘛无功德。敢若像是啥？敢若亲像天顶落迄个冰炮，迄冰炮若落来伤到我国。一个人贪图利用名声，甲这个天顶来降冰炮伤害我国共款，会破坏到你功德。这个苗就意啦，迄心意就是苗。哦，迄个功本来有功德，意不出来。为了你摕钱，迄个意全歹去，袂大张。敢若像是佛祖讲一个比喻，讲亲像个头毛做迄个锁啊来绑身躯，会断夫折骨。贪利用的人啊，会断到你功德的根本共款。所以呢，这是拢佛祖讲的话。所以即马菩萨言罗经内底安怎讲？讲你这有善根的善男信女，我就释迦甲你讲我若入涅盘了后，有真济众生，则法学就穿袈裟，有真济众生就穿袈裟，贪到人的利益供养。早到伊的道心，本伊本人都无道咧，啊无道就讲我高精，我外后，欠到这个正法，无迄个清净的心。我若像这种的人，虽然在五种的内面，啥叫五种？佛家讲四种，会想尼个要在家人在家里。哦，就是咱讲优波色、优波夷，这叫做四种。虽然你在五种的内面，啊，你离开我真远啦。你若要救佛祖啊，离开我真远，外远必千万由顺。这由顺是咱佛家所讲的，一由顺就加一日的路。你若要找我上，都爱8,000万日才见我会到啦。一年才300外日尔，要若3000外日就10年，3万外日就爱100年，啊，都8,000万日啦，看偌久，一世人行袂到啦。我若讲起来讲，若像这种的人，永远见我袂到啦。假使你若有一寡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你若无贪着利养，虽然不在五种，按就不在五种。我无信佛啦，我无皈依啊，哦，不在五种。不过你的心真坚固，无下到你的道心，啊，你离开我真紧啦。你若死随时伫我身躯边啦，安尼讲较紧。所以啦，真正你遮哦，在座嘛真济，即嘛遮主讲啦、讲师啦，后摆老师若目睭起哦，先生都唔安听讲，讲道啊，大家来供养，也是去做生意哦。嘿，后摆若去乌比地角食咖啡，我都唔知啊。我跟你讲正经诶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即马讲是要讲这辟支佛法，哦，所以又到即马讲来遮诶问题，咱即马都爱知影啥？知影讲这个辟支佛。就是严格修的，较早释迦佛祖嘛是严格修起来，孔子嘛是严格修做圣人的，啊无佛祖因输杀人，孔子因输杀人，我问你咯，哦，因为下暗无在了谈这个代志，等下明仔载我再来讲，释迦佛祖无拜师，孔子嘛无拜师。拢一代佛祖甲一代圣人，
伊拢是严格成就的，但是老师讲是有根据的，毋是干那用嘴凊彩讲者。老师若无根无据讲上，干那我这佛教界这大会时都来北骨啊！我无骗你，我无根据我毋敢讲。老师每一句话都爱有根据才敢讲出来，我讲袂出来。所以学道的人哦，毋通目睭闭起嘛招，目睭开落也钱，开喙也钱，合嘴也钱。真正你若甲阿弟地讲哦，去食咖啡哦，迄就烦恼啊！无因也毋讲到遮为止。在所同修，大家晚安。咱即次讲这论语，应甲这个修行的开启。对着儒家行之上、行之下，已经咱说明过啊。咱对着佛家五乘、下乘、中乘，咱已经大家有讲过啊。由到咱进前甲你讲这个道理，咱就知影讲。释迦佛祖，伊当时修行，嘛是会使讲是自我自觉，会使是一个严格来修行的，成就这辟支佛的。所以呢，真侪人毋知影这个道理，因为伫讲你若无来信佛，无来归佛。都无法度成道，安就上个真大错误啊！那么即马讲，这个释迦佛祖，伊是严格来成就，伊在生根本都无拜师，这是有根据的。咱来看佛光大师典一段说明：太子押出王宫。初奉白家宝求道，复旨受贤者阿罗迦那乌陀迦罗摩祖之教，以所学难以真解脱之境，随之可行人。开始6年苦行生活，以始终未能成道。太子放弃苦行后，至尼罗神河沐浴，请接受沐礼、衣米之供养。至盖亚村毗婆罗树下，当向。交付而坐，专心正念，静心密照，思维解脱之道。49日后，以12月8日破晓时分，赫然大悟，由此因缘，乃称毗婆罗树为菩提树。关于世尊之诞生。出家成道，初转法轮，连受一灭定之确信连月，经典中有各种不同说法。这个内面，有一个注解，有必要咱来甲做一个说明。佛光大师典安尼讲，衣米、油作、衣足，通常都以米切顶掺入牛羊之中煮食之，为不将足之一。世尊以菩提树下成哲觉之前，暂有接受。衣足或为牛衣，供养之因缘，
代志经所贯彻，以迷者，西方教有多种，学以恶魔者，学以诸多，并诸欲味，以实上有法定文孔明，言最以以迷为相。即嘛佛光大师典安尼讲，讲这个语迷，有当时啊讲做语足，等于都是用灵来群媒。通常大多数拢用米，也是用切，甲掺入牛奶也是羊仔奶的内面来煮好食。在印度有8种的梅的其中的一种，释迦有祖在菩提树下成正觉的以前，有接受到这灵去煮的梅，但是有人讲牛奶，但是嘛有人讲做羊仔奶，来甲供养这个因缘。在这个大日经书的第7卷内面安尼讲，讲语迷是啥？就是印度梅有真侪种，有的是乌麻来煎这个汁，乌麻煎汁等于咱即马讲麻油，也是用这个麻油，也是用这诸多。豆啊类，这个有做呢，敢若讲煎汁等于就豆奶，看是要麻油还是豆奶，掺着一寡药味，那要像咱讲啊当归啦、熟地啦呢吼，掺一寡药味。亲像印度有这十相药法，这个文啊，会使讲写甲真清楚，但是一般。那用冷来煮的梅，会使上好安尼讲。啊，即马咱来看《佛光大师典》这段文。释迦有祖出世的经过简略，伫释迦有祖出中开始讲，讲释迦太子暗时啊。多出这个王将，起初来拜访到佛家宝求道，后来受到这个贤者阿罗罗迦那、อุทโธ迦罗摩祖的指导，但是以家的方法，拢做无办法来解脱这个境界。虽然伊有去放道，但是人家讲的方法拢无效。所以安尼来到这个苦行那，开始人年的苦修行，这个生活。但是这个人年的苦行的生活，头到尾根本都无法度讲真正的道理。释迦太子。伊就放弃到这个苦行了后，来到这尼罗仙湖来沐浴，安怎做沐浴？沐就是洗头毛，浴就是洗身躯。去尼罗仙湖啊沐浴，而且来接受到一个沐礼，来显到这灵主的梅。的供养，所以来到这个加亚川，一张树啊，叫做毗婆罗树的下面，坐西向东，也心肝热静，无邪念，静静家己想，想到这个解脱的道理。经过49天了后，
在12月初8，天尾关的时阵，突然间大来开悟，又到这个因缘，后来在这个毗婆罗树叫做菩提树，菩提树是毗婆罗树，所以咱伊那讲菩提树，菩提翻译中国话叫做觉，菩提树就觉树。即摆后来将来啊，咱念念佛祖讲的伫莲花树下来讲哦，啊，即摆将来这念念佛祖的菩提树，就是莲花树。比较你一个人在树下骹坐来讲哦，迄张树啊，就是菩提树。比较一个人，你若坐在这竹仔骹来得到迄张竹啊，就是菩提树。安尼讲较紧，这个菩提树是觉悟的树，关系到释迦有祖的出世、甲出家、成道、甲初转法轮，伊到底几岁？什么时阵来入灭来涅槃？确实，这个年外啊，经典的内面有真侪种无共款的说法。嘛有人讲19岁成道，19岁出家；嘛有人讲29岁修出家，但是嘛有人讲35岁出家，啊，这都无标准的。而且释迦有做传道，也有人讲35年，嘛有人讲40年，嘛有人讲49年，哦，啊，这个都无法度去标准，因为印度伊当时无咱这个利用这个新历也是，即嘛这农历伊无啊，伊印度你这个历啊，甲咱的这个做那外国，还是咱中国这个历法无共的关系。啊，即摆大旗啊，拢讲4月初8。4月初8是以用道理来讲，哦，这之前我都有甲恁讲过啊。因为安那4月初8，4月初8是一个暗示四圣地不正道，4加8都12，或者12年，4乘8，4倍32，或者32项，哦。这以前咱有解说过啊，所以确实的出世、出家、成道、甲伊涅槃，这日子拢无一个标准的讲法啊呢。伊用佛光大书典内底你甲看，释迦有祖并无拜师，伊嘛无师甲指导成道的，是甲你自我自觉来成道的。另外来看佛学大书典内底所讲的，释迦牟尼对于人生自现象有顿世之志，随生活也出疆，初心佛家宝，闻可行出离之道，敬奉阿那迦那，以摩羯多国转人力问，อุ陀罗仙，皆不得所求之大法。随入可行林，严可6年，形容色素，皆以为可行，非解脱涅槃之道。断然该正日之行，欲以弥罗仙罗以起成国，受传理所奉之之名，做正觉山菩提树下数一万，不得正觉，不去出座，数为77日。
观世第12因缘之法，意思生各者世尊，为人天之事，时年35，自此以后42年，游历四方，化度众生。西历纪元前487年，随大班涅槃。这内底这注解，我再说明一下。佛学大师典安尼甲咱讲：日迷以日而做之作也。大日经所7月，日迷者西方作有多种，或以乌麻接，或以诸多病诸药味，而实上药法等之文孔明，然最以日迷为相。佛学大师典讲，日迷就是用这个灵来滚的媒。在《大日经所》第7卷内底安尼讲，日迷是啥？是印度媒有真侪种，有的是乌麻油，也是用豆奶创造一寡药味，敢若亲像这十相药法顶，迄个文啊，讲甲真清楚。但是上好的媒，就是用冷去煮的媒上好安尼。即摆佛学大师典安尼甲咱讲，释迦牟尼佛对着人生所有的现象，伊感觉痛苦，所以伊就有来要顿息迄个心智，是安尼利用到月光暝离开这个王宫，起初来找这个薄伽婆，听到这个苦行出离这个苦海下道，加一站来访问到欧那迦那。在这个摩羯多国转到真济所在来访问到这乌陀罗仙，但是拢无法度得到伊想要求这脱生死的道理，就安尼入在这个苦行，那严格来苦修6年。变成身躯面容，规个拢消散落吧，规个嘴皮肉拢裂落，冠肚拢压起来，目睭孔啊拢塌落。要若讲一个较歹听，讲胸坎敢若楼梯，腹肚敢若水柜，也骹敢若鸟命啊腿。是安尼，伊才感觉讲，我若搁苦修落去，这毋是解脱生死的道理。是安尼断言，就是敢若伊就觉解到以前所有的修行，再来泥路线路洗身躯，一寡分数6年无洗身躯啊，迄个仙会在愈几斤起来，毋知影则接受到你传理，摕来这个冷的媒，冷去煮的媒。就安尼，甲正觉山这菩提树骹来想，讲我今仔日若无得到正觉，我就毋爬去我坐这个所在。想到749天，则看出到这四圣地12因缘的道理，则成就到各者世尊。做到人天的事，
当时是讲35岁，是安尼以后40多年，满世界去度化众生。那安尼若讲伊成正觉35岁，80岁死，那安尼才45年尔。啊，毋过有诶拢讲49年。甲西历纪元前487年，今年是2007年。那安尼来讲，就是在494年前来归正觉，所以这是佛学大辞典所讲的。你个每一本书写拢无相共，啊，毋过内容是写共款。你若引用到这个佛光大辞典、佛学大辞典这两部佛教界公认的辞典内面的记载，你就看出释迦有做并无拜师父，并无师父该指点成道的，所以伊嘛是一个严格来先自辟支佛的。所以呢，你若假使若讲一个佛教徒讲，啊，你若无来皈佛啦，啊，你若无来信佛啦，啊，你若假使若无来这个学做皈依三宝啦，未成佛啦，那安尼变无言。啊，死就爱去阿毗耶乐去修行。所以你若学道的人啊，真注意一点。假使若有你的亲戚朋友，伊若讲啊，你一定来信佛，啊，来皈依三宝，若无你修行无效，真惨哦！毋是干那去普通地界抽一斤尔，啊，都爱去阿毗地界，你买个咖啡无参糖的苦地地，我无骗你。哦，所以恁都爱真注意学道哦。你若无注意来讲哦。你去甲阿毗地界讲，啊，当我是安那，我一世人也无做歹代志啊，啊，当我念阿弥陀佛，乃佛伫地界来，啊，都免命。哦，所以恁都爱注意一点。啊，无咱下暗讲来，到这时间都到，在座同修大家晚安。这次。